多谢敏啊！即摆正是菜头大出的时阵，伫个大楼市宝庄里有一个真热心的乡亲叫李红美，伫逐年拢会提供一块地，或者幼稚园的囡仔来遮烤菜头。对我希望讲好大家透过亲身的体验，接受农业，同时伫快乐采收的同时，嘛来学习珍惜食物的好观念。 囡仔手赶大包小包，这拢是大家烤来菜头。烤菜头除了好耍佮新鲜，大家嘛希望会当赶紧早回去厝的，和厝里的人分享。拔萝卜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会很难拔吗？不会啊。园主李红美，逐年拢会甲家己的菜园啊，也真侪白菜头的种子，专门开放予附近幼稚园的囡仔来遮免费烤菜头。除了真欢喜，会当和大家互相交流，嘛会当互因有无同款的农业体验。因为今年雨水少吼，所以拄好这两天拄落吼，所以造成我的萝卜说瞬间吸到那个水，又嫩又白，每个人都夸奖很好吃。 随现代社会变化，囡仔想要去田里耍的机会嘛愈来愈少。那透过李红美帮忙，嘛互囡仔会当有无同款的体验。除了实在农业，嘛互因学到珍惜食物的好观念。 他们是非常开心的，因为平常家长呢，他们也很少有这个机会呢，带他们去体验这个农村的生活这样子。每一地拢得甲满，对即摆烤菜头会当讲是大丰收，嘛相信用家己烤来菜头正做料理，一定更加好食款。